呢條片開始之前咧，記得要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要 follow 埋我 IG 同埋 Facebook 啊，咁就功德超無量啦！咁啊，同埋咧真係記得訂閱啦，唔係講笑啊，因為咧 channel 要人啦，咁啊大家咧睇完嘅話或者未睇之前咧，記得撳啊，記得撳咩咧？撳個訂閱掣，同埋撳埋個鐘仔啦。程志明，今次我就會用 Sony 呢部最新款嘅 RX10 Mark V 嘅相機啊，運用佢嘅24至68mm 嘅長焦距嘅變焦鏡啊，睇下佢可以影啲乜嘢啊 ！Let's go！介紹翻呢部 Sony RX10 Mark V 嘅相機，係一部用咗1寸 Xport RS CMOS sensor 嘅相機啊，同埋用咗 Beyonce XR 處理器，影相最高2010萬像素啊，拍片最高可以拍到 4K 60格同埋 4K 120格，用咗可以上下揭嘅反芒，有電子觀景器 ，MI2 都支援啊 Digital Mic 嘅輸入啊，機身有 3.5mm 聲音輸入 ，Headphone Out、Micro HDMI 輸出 ，USB Type C 咧可以作供電之用啊。同埋亦都保留咗呢個 Multi Micro USB 啊，有一個卡槽支援 SD 記憶卡，而今代都轉用咗 MPFC100嘅電池啊。ISO 方面由100至到12800。嚟到呢個大埔啦，咁啊大埔海濱公園，今日咧行出去嗰度影下龍舟。鏡頭方面沿用翻上代蔡司嘅 VarioSonic T 星嘅9.1至210mm 嘅鏡頭啊，相等於全片幅嘅相機嘅焦距係24至68mm啊，光圈係2.4至4啊，鏡身有對焦環、變焦環、光圈環 D-Kick 掣、對焦模式選擇掣，有一粒功能掣，同埋對焦範圍嘅選擇掣。而部機係防塵防水滴嘅設計，機身連電池同埋記憶卡重量係111克。哇！呢度好 heavy metal 喎，呢個位真係好遠，唔係講笑 ，zoom 到。咁我而家用緊呢部最新款嘅呢部 RX10啊，隔離個叔啊用緊都係 RX10，大家都識用啊，知道咧用呢啲機有個好處就係輕便同埋長焦距。咁啊雖然係1寸 sensor 嘅啫，但係其實咧如果喺一個日光環境去拍咧，都好足夠噶啦。咁啊最近啦，咁啊出咗一啲新嘅穩定器嘅相機啊，2間公司鬥餐死啊，不過都係只係個主鏡頭咧
20mm 先係用咗1寸 sensor 啫。佢用長焦咧都係要用一個比較細嘅 sensor， 用 crop 嘅方法咧去做到個焦距嘅，所以拍出嚟嘅效果咧同呢一部 RX10 Mark V 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。加上咧呢一支鏡頭咧係有600mm 嘅焦距咁遠啊，可以影到，所以咧係唔同啊。雖然嗰啲機咧係比較穩定，但係個畫質咧絕對唔夠 RX10 Mark V 呢部機咁勁啊！輸埋佢啦而家。呢一代嘅 RX10 Mark V 嘅相機啊，已經新加咗呢個 AI 追蹤對焦啦，有呢個人同動物之外咧，飛機啊、船啊、同埋單車啊、汽車啊都有噶啦。所以而家咧追龍舟應該揀個船啊，船冇喎原來，原來船係冇嘅喎，咁啊等下一代咧。連拍方面啦，呢部 RX10 Mark V 嘅相機咧，機械快門咧最快每秒連拍係10張啊，電子快門就勁啦，每秒連拍咧係30張，仲要係冇黑屏啊！咁我而家將個連拍咧校咗每秒30張啊，係冇黑屏噶。咁用呢一個連拍30張咧，係需要用呢一個電子快門噶，同埋係要用咧壓縮嘅 RAW。呢部機嘅連拍嗰個筆法都幾勁喎，頭先由起步去到呢一個位置。我基本上係冇停過啊，撳住個連拍每秒30張，犀利啊！要留意啦，呢部 RX10 Mark V 嘅相機嘅機械快門最快只可以用到1000分之1秒，而電子快門最快係可以用到16000分之1秒。另外啦 ，JPEG 加窩大概連續影290張咧，就要俾佢清啲筆法啦。拍片方面啊，部 RX10 Mark V 嘅相機啊，基本上咧都有 Sony 相機大部分嘅拍片功能啊，例如有 S-Log3 同埋 S-Cinetone， 亦都可以加入 LUT 嘅功能啊，有 Auto Framing 嘅功能啊，仲可以拍到10bit 嘅422 All Intra 嘅檔案啊，而電子防震功能咧係有呢個 Active Mode 啦，機身亦都有呢個 Teddy Light， 亦都可以拍到 4K 120格。要留意啦，拍 4K 120格咧係會裁咗啲畫面㗎。而家拍緊咧每秒120格啊，4K 啊！基本上攞呢部 RX10 Mark V 嘅相機啊，一機搞掂晒啊，仲要一鏡走天涯，因為都冇得換鏡啦，由24去到600啦，呢個 range 咧真係好方便啦。咁啊，譬如可能今日影龍舟咁啦，又可以影下啲人啦，影下啲 wide shot 啦，又可以影遠啲嘅景啦，冇得頂啊！真係影到嗰啲參賽者咧，嗰種啊鬥志好勁啊！今日嚟到朗園啦，今日咧攞埋呢部咧 RX10 Mark V 嘅相機咧，就去影下雀，或者影下昆蟲都得嘅。咁啊，或者可以影下我都得嘅。哇！我記得前面啊，燈柱嗰度有隻雀啊，影一影佢先。今日嚟到呢個朗園嘅地方啊，好多嘢影㗎，可以影花啦，可以影下雀啦，影下昆蟲啦，好啱我呢啲level 0嘅生態攝影啊嘅人士啊。
咁啊，同埋今日咧用埋呢一部咧 RX10 Mark V 嘅相機咧，正啦，夠晒輕便，增加我咧去影生態嘅意欲啊！呢度有蜜蜂。影生態唔易啊！等佢飛埋嚟先，其實幾好玩嘅。雖然我成日影人啊，但係咧耐唔耐出嚟影下生態啊，影下昆蟲、影下雀都幾過癮嘅感覺。不過咧就要啲時間，或者今日可能影完都係食白果。咁但係每一次咧都可以咁輕便攞住呢部相機過嚟影相咧，咁啊真係幾正嘅，唔使話攞咁多器材去影咧。其實咧冇咗個負擔咧，真係可以增加你影相嘅意欲啊！發現咗蝴蝶啊，喺嗰邊我就 zoom 到去最遠600mm 去影600。咪最正咧就係咧，就算 zoom 到600mm咧，手持去拍攝咧都好穩定啊！雖然今日見到我孭住個咁大個袋，其實呢個袋咧只係擺呢部機嘅啫，裏邊冇嘢嘅，好輕嘅。咁啊，真係好方便啦！即係我最中意咧，就係用一啲細嘅器材去拍嘢。當然啦，你話如果用呢一部機去拍嘢咧，個質素可唔可以同呢個 A7 嘅 Full Frame 嘅相機去比較咧？咁啊冇得比較嘅，另一樣嘢嚟，如果係另一個層次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如果可以咧，咁細嘅機身配合埋呢一支鏡咧，去到600mm呢個焦距咧，咁呢一部機咧就絕對係佢嘅優勢啊！都唔使話攞支大炮加埋部機咁大部啊！飛緊都追到啊！呢部 RX10 Mark V 嘅相機嘅動態範圍最佳化功能啊，比上一代都提升咗啦。由原先 Level 1去到 Level 5，提升到 Level 8啊！呢個功能咧，原理係將畫面嘅暗位推光啊，但可以保留光位嘅細節啊，令到拍出嚟嘅畫面光暗對比會比較平均。今代嘅 RX10 Mark V 嘅相機都加入咗 Creative Look 風格外觀啊，當然都有最新嘅 FL2 同埋我最中意用嘅 FL3 嘅顏色啊！哇，啲花好細啊！咁我而家用呢部 RX10 Mark V 嘅相機 zoom 埋去影，睇下可以影到幾大啊！呢部 RX10 Mark V 嘅相機啊，支鏡頭喺24mm焦距啊，最近嘅對焦距離咧係3cm 啊，放大率係0.42倍啊，而去到600mm嘅焦距啊，最近嘅對焦距離係72cm啊，放大率係0.49倍。我而家經常都會拍旅遊片啊，所以一支可以變焦 zoom 得遠嘅鏡頭咧係好緊要啊！除咗影 wide shot 之外啊，好多時候咧都會運用支鏡頭嘅焦距咧 zoom 到好近咧，去突出個主體嘅。好似今日咁啊，嚟到呢個塱原嘅荷花池咁樣啊，咁啊見到呢度咧冇荷花㗎，咁但係見到啲蓮蓬頭。咁但係如果淨係用支 wide 鏡嚟影埋佢咧，感覺上咧突出唔到個蓮蓬頭啊，所以咧我就運用呢部 RX10 Mark V 嘅相機咧。zoom 到600mm 影個蓮蓬頭咧，咁啊令到個主體咧更加突出啊！
咁啊，今代嘅 RX10 Mark V 嘅相機個 EOF 咧都提升咗啦，有3684000點啊，咁啊同埋放大率係0.78倍啊，更新率係120嘅 FPS， 個 menu 都打直喎可以。咁我而家同隻雀都好遠距離啊！咁我而家都 zoom 到600去影佢。呢部 RX10 Mark V 嘅相機啊，機身係有一個咧變焦嘅推拉桿，只要用呢個變焦嘅推拉桿由24 zoom 到600咧，個感覺都可以好順滑㗎。咁我自己覺得啦，呢一部相機除咗啱我用之外啊，其實都好啱一啲小朋友啊去用啊。咁譬如而家啲小朋友都好中意影一啲生態攝影噶嘛。咁而家長們咧，亦都唔想咧咁大投資住，驚個小朋友咧都唔知係唔係真係中意啊。咁我覺得呢部機買俾佢哋用咧就啱晒啦。如果小朋友真係唔影嘅話，家長都啱用啊。我喺一個室內嘅環境做過熱測試啊，拍 4K 60格用 All Intra 去記錄啊，大概38分鐘咧就過熱停機。總結翻呢部Sony 嘅 RX10 Mark V 嘅相機啊，可以話影相拍片咧功能已經係好齊全啦，一部機咧搞掂晒，鏡頭都唔使買啊，好啱用嚟啊，旅遊攝影啦、生態攝影啦、運動攝影等等啦。另外啦，呢部 RX10 Mark V 嘅相機都擁有呢個 AI 自動追蹤對焦啊，不過用起上嚟咧感覺上咧都未夠呢個最新嘅 A7 相機嘅效果啊。咁我都明白嘅，因為價錢咧始終都有一段距離啊嘛。